好来，咱看3之3，气团跟风鸣，气团跟封面，这两个有关系，不过无讲啊。咱常常伫新闻内底看到讲啥物大陆冷气团来袭，天气会变怎嘛？变作寒嘛，会变作寒流来袭嘛，啊，所以这气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大团空气啊，为什么会形成一大团空气？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域，啊，你的顶管的空气受到迄个地区、迄个足大的地区的影响，啊，形成一个温度、湿度都类似的一大团空气，啊，所以刚才让你喺足大范围的空间内底，啊，啥物足大的范围？咱台湾附近有两个足大的范围，第一个是蒙古、西伯利亚这个内陆，啊，这个内陆伊的性质可以安怎？大陆气候干冷嘛，干冷，所以伫咧寒天的时阵，伫咧寒人的时阵，会形成大陆冷气团。我讲过大陆冷气团，冷气团是高压低压，会记袂？高压哦 ，H， 冷暖气团拢是高压哈，冷暖气团拢是高压。另外一个大区域是伫遮，咱顶回也讲过，这嘛高压，这个是太平洋上空，啊，这个气团甲伊个拄倒边，伊是干冷，这个气团呀。湿热，湿热。啊，迄个气团既然干冷，伊伫寒人的时阵，个威力特别强，啊，倒变过来，所以这个是啥？热人的时阵，夏天的时阵，在发威。啊，春天甲秋天呢？啊个势均力敌啊，对无？势均力敌啊！咱来讲的迄个自流风就安尼来啊。冷暖气团的势均力敌，啊，我伫冬天时阵，迄个气团较强，啊，伫夏天时阵，这个气团较强。像两大高手，比拼内力，啊，迄个高手伫冬天时阵内功特别强，啊，这个互伊拍败。伊冬天有它存在哦。不是无而已哦，只是威力减弱哦，所以威力减弱的时阵，迄个赢，迄个赢，啊，两个相拄着，啊，若高手无见面就准拄煞，两不见面就准拄煞，啊，若见面，就强落啊，强落个安怎？比看谁内力强嘛，结果冬天拢即块赢，冷气团赢。啊，无夏天变过来换这个赢，啊，所以若春天呢，势均力敌，势均力敌，所以这个气团就台湾遮细地上空，伊个无可能产生气团啊。台湾小小一块，气团一定要在区域的上空。很大的区域的上空，好，来，咱看封面，咱看封面。封面，我讲过，冷暖气团相拄的第二时阵形成交界面，形成交界面，所以咱来看封面的形成。来，封面照讲有4种啦。咱国中的阶段，刚才讲有3种。
高中地科讲到另外一种你先知迄个名词冷风、暖风、自流风。你就一个叫球固风，咱个无写因为课本无。你知影？是安怎迄个无讲，伊迄较复杂。迄个是两个封面去夹一个封面，它会叫球固，因为包抄就对了啦。两个封面把两个暖风还有冷风包抄啦，比较复杂。这三个简单，就我讲的。你若冷气团威力较强，暖气团输赢，所以冷气团和暖气团一直往它那边打，暖气团节节败退，那叫冷风。倒变过来，暖气团威力较强，迄高手咧比拼你有看武侠迄个电视剧无？迄高手咧比拼。你嘛，我会在看武侠电视剧，我感觉足奇怪。然后有当时内力拍落伊会死，有人遐内力灌落伊会变作用。到底内力灌落是会甲拍死，还是会变作用？这是疑惑一。第二个，我要把什么3、4年的功力灌给你的时候，为什么男生灌给男生都可以隔着衣服，男生灌给女生就要脱衣服？这也是一大疑点因为这样比较有收视率对吧？所以我讲，咱有当时看电视电影都会给我们一个错觉。比如说，你看到冒险电影你一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所有的定时炸弹都有一个大大的时钟，是这样吗？谁规定定时炸弹一定要有一个大大的时钟或者数字钟在那边跳？没啦，我别讲想要电影安怎演？情节刺激紧张就给你看他们描述问题是真的定时炸弹，它做一个大大的时钟在那边干什么？你有看警匪枪案片，你拢啊真讲很帅请牙来打2个圈，然后碰到窗户，砰穿枪而出，这个破窗而出，然后再这样滚2圈，然后又枪拿起来在那边 biang biang biang。你弄看卖，你这玻璃你弄看卖，你弄嘴佫会飞起来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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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人电影迄特制玻璃，你看卖迄个像电影安尼，手竿撒起来，为人的头壳顶埋落，结果破咧，上计一道血这样流下来。你真正拿台湾啤酒的瓶子去甲头开落，我甲你讲瓶子袂破啦，比头破一样。电视电影误导我们太多，那瓶子特制的叫糖玻璃啦，迄玻璃的特性可以讲的是你弄出去，那个碎掉，而且很容易碎掉，碎片还不会割人，然后效果又很好，砰人咧特制的，你卖现实生活电视看伤多开来，伊讲无代志，不是定时炸弹因为上面没有一个大大的时钟，biang， 我都要biang起来二来，比拼内力所以冬天的时候这个都会赢，这个封面就是冷暖气团的交界面，大家好，封面，不舒服冷暖气团的交界面，
咱讲过吼，咱会有画图，一个交界面，我这样讲的，冷气团过境啊，冷风过境有啥物无共？啊，有啥物相共？你若伫气象报告讲，内底听到冷气团过境，迄个寒流来袭嘛。啊，若听冷风过境，你冷气团过境啊，冷风过境差伫对？伊有看卖？相共的是啥？一样的是什么？都会冷，对不对？温度都会下降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一个不会下雨，一个会下雨。啊，一个容易下雨，哪一个容易下雨？封面。咱讲冷气团是啥？高压啊，高压敢会落雨？高压袂落雨啊，它天气冷而已，温度降低而已啊，它不会下雨啊。可是冷暖气团的交界面，它就会下雨了。来，为什么会下雨？画互恁看，课本有图，别几啊掀过来，86页遮。冷风、暖风拢会下雨，不过因为下雨有些微的不同。咱来画这个图吼，咱画这个图，课本啊水啊无我画一下。来，你有一个概念吼，冷暖气团相度相遇，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。来，冷空气重还是暖空气重？冷空气重嘛，所以水会爬到上面去。暖空气是不是往上？暖空气往上，暖空气又是湿暖的，对不对？不含水汽的，不含水汽的空气往上就会怎样？腾云下雨。所以无论冷风、暖风、自流风还是球固风，你看到封面就是会下雨。可以落雨就对啊，落雨，啊，毋落雨有点仔无共吼，啥都无共。来，咱看卖，来，这个冷风，来，咱顺话讲冷风的标志。冷风用尖尖的，咱讲寒风刺骨嘛，所以冷风尖尖啊，安尼记会起来吼，冷风尖的啦，因为寒风刺骨啦，啊，你有颜色就是蓝色的啦，暖风圆的，你也有颜色有颜色个红色的，啊，这头的方向就是它封面前进的方向。啊，咱讲过冷风就是冷空气较强，所以冷风你若前进方向安尼，表示冷气团伫遮，暖气团伫遮。啊，若暖风为这个方向走，伊拢伊若变过来就是为遮行，啊，若这圆的向遮就是为遮走，表示遮是暖气团，遮是冷气团，啊，都要变过来。当然你要看地区啦，因为你有可能变过来啊，变过来就变成加暖气团加冷气团啊。来，冷风有个概念哈，冷风是冷气团推暖气团，所以冷气团下骹对不对？所以冷风来，你也想象给安怎？冷气团去把暖气团弹起来，所以变成安尼，弹起来，所以暖空气上升，温伫遮。来，那暖风呢？暖风是暖气团去推冷气团你把暖风就简单，暖风给暖气团去把冷气团缠起来。别讲，暖气团是会在上面的，对不对？
它怎么会往下把冷气团缠起来？不可能嘛！不管冷风、暖风，反正暖空气一定比较轻，它一定是在上面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是暖气团去杀这个冷气团，是什么状况？就是暖气团爬到冷气团的上面，暖气团爬到冷气团的上面，冷风就是冷气团去把暖气团从它底下呢吐起来，对啊，那有想象不？所以爬到上面，它就变成这样。暖气团爬到上面，在下卡冷气团哦，宾馆暖气团哦。所以它的交界面形状不同，对不？这是把它缠起来，这个是爬到上面啊，就有这个冷气团爬到上面，它也会成云呐、啊。这个来注意画家哦，它们的差别都会下雨，可是这个云比较密，这个坡度缓，所以这个云比较疏。云比较密，怎样呢？雨大，所谓大是比起那一个冷风比起暖风，雨量会比较大，但是时间短。就是落一两天就煞，一两天就落煞。啊，无这云分布广，就是安怎？雨小，啊，毋过安怎？落较侪天，时间长。好，搁有一个，伊的云伫遮，封面伫遮，封面安尼行，所以云伫封面的前啊后，再前来后，前面对不对？所以暖风叫做风前降雨。雨先来啦，封面啊搞啦。接着，封面伫遮，雨落伫遮，所以冷风叫啥？风后降雨。封面过啊，雨较来，知影无？这无共呢，这是这两个差异的。相同的是什么？只要封面来，不管是冷风还是暖风，都会下雨。然后呢，还会怎样？封面过境，加起冷气团，加起暖气团，来，两个高压对不？拢是顺时针转的，对不对？高压都顺时针转，一个转这样，一个转这样，所以它的交界面，如果交界面过来，不管冷风还是暖风，本来这样子的变这样，本来这样的变这样，所以风向会怎样？改变。然后因为在封面风速增强，封面过境会发生的结果就是会下雨，雨量增加，风速增强，风向改变。这不关冷风、暖风、自由风，都赶快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它的差别就在于这两个小差别啊，一个风前降雨，一个风后降雨。啊，这样会记得这个图就知影啊。好，来88啊，来看自由风，自由风。自由风会两边的内功高强，相共吼，所以势均力敌。所以的箭头就是一个半圆，一个尖尖，一个半圆，一个尖尖交错。啊那秋固风也，咱无讲的秋固风，伊是圆的跟尖的在同一边啊。你莫为这秋固风啊，你若这自流风就是圆的跟尖的分布在两侧，交错两侧。
来，球部风通常在春末夏初的时阵，所以伊会造成伊的封面阁袂走，冷风是一直杀过，所以伊足紧会过境。暖风嘛是冷气团上，暖气团一直杀过，所以足紧会过境。既然势均力敌，表示在那边僵持不下，所以也比上空甚至个把月的。那发生这种状况就变下梅雨季，所以春末夏初梅雨季，按台叫黄霜雨、黄霜啊雨，迄落雨落久拢发霉啊，啊，无迄霉是梅子成熟的霉，啊，无你写做发霉的霉嘛，袂使讲唔对，因为落雨落几啊天，物件拢发霉啊，湿度又增加了啊，因为当初梅雨的那个梅子的时候是长江那地方梅子成熟，问题是你的封面比长江甲走来台湾，这时间无啥共呢。咱的梅雨季大概是点时？大概是5月哦。所以咱依照国昌的校庆是5月，咱国昌创校，咱国昌创校是5月，校庆是5月。第一个是咱国昌创校动图，国昌几年创校动图？你唔知道？今年30年校庆啊，所以国昌85年第一当啊，85年啊。我讲诶，表示我在国昌待29年了呢。你看有恐怖无？我国昌第2年来的呢，所以我在国昌待29年了呢。我第2年国昌的时候，国昌后面通通没有呢，只有我们前面这一排。中间那里还在盖，这一圈还在盖。所以我阵做身教3不5时，迄同学拢并过工地啊，迄创啥有卖？咧食薰啊。我迄阵时拢同学斗智呢，顺甲5楼上边最边边的厕所遐，闻到薰味，怎么办？没有人了啊，没有人简单，我就找一间那个大便的，然后关起来，自己在里面，因为快下课了。下课时间了，有讲话声音了，闻到烟味了。你我要看老师有来无啦？我当啊门塞去。无老师无位内底来，老师位内底便所开出来，手到擒来这有烟味，表示下一节课下课又会再来嘛又会再来。你们那个前几届的学长都回来当老师了啊，还有你们的学生家长啦，好像那学生家长搞讲老师，我小孩那个来念国昌了，不盖你我还参加过学生的告别式那真正是五味杂陈比我早走，比我早走，观察，咱讲观察是第4人，是第老人的当然那个一言难尽嘛国昌校庆的5月迄阵很困扰，迄阵的5月原因是国昌刚创校的时候还是联考时期，联考时代考季就是7月初是大学联考，
隔一周的周末就是高中联考，通常在7月7号、8号那里。所以既然是7月联考，你在5月办还好，问题是后来变这基本学历测验就已经移到6月，刚开始是6月，后来越来越往前，就变成你校庆完马上就考试，不可能啊！你两个5月，你们现在5月中就那个学测了，就已经教育会考了，怎么可能5月初校庆？所以校庆就一直往前。大部分的学校校庆都是在上学期，5月校庆还会碰到一个问题，5月就是梅雨季，所以人校庆哦，将来拄着梅雨季，对了梅雨季，你不让他比赛啊，不让他大队接力啊，很困扰。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。这个滞留风的造成梅雨一个僵持不下，所以也影响很大。